那怎么连接这个道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呢？进入这个首页，要了一个播放键，要黑底的白色的箭头那个，这个按下去，这个黑底的播放按下进，按这个道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然后来订阅哈。进入首页以后，按黑底白色箭头这个播放键，进来以后按这个频道，按频道，然后看到中间这个道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订阅。它这个播放清有很多的，播放清单应该有很多的。这个已经向 YouTube 公司反映了。